上次咧，我哋就提到喺羅茲威爾墜毀個案嗰度發現嘅外星人屍體。既然講到係外星人屍體，又點可以唔提埋以下呢一段外星人解剖片段呢？時間就嚟到1995年，倫敦嘅企業家 Ray Santilli 同埋佢嘅拍檔 Gary Schofield 就聲稱自己擁有一段外星人解剖片段。佢哋仲要話片段入邊嘅嗰具外星人屍體就係來自羅茲威爾墜毀個案。佢哋先喺倫敦搞咗一次私人嘅放映會，邀請咗好多 UFO 專家同埋記者傳媒嚟睇。挑起咗佢哋興趣之後，再將美國嘅獨家放映權賣咗俾 Fox 電視台，而 Fox 電視台就利用咗呢一段片段去製作咗一個節目，叫做 Alien Autopsy: Fact or Fiction。節目播映咗之後，引起全球轟動。佢哋之後就食住個勢，再將呢段解剖片嘅播映權賣咗俾33個國家同埋地區。喺香港就俾亞洲電視買咗。大家印象最深刻嘅就一定係佢嘅節目《今日睇真啲》啦。嗰陣佢將嗰段片段鋪排咗1個星期嘅節目，而大家就成個星期坐定定咁喺屋企等佢一段解剖片。睇完之後，大家反應都好兩極，有啲人就真係好震驚，覺得呢個世界真係有外星人；而另一邊亦都覺得佢拍攝手法好假，成條片好似係做出嚟咁。姑勿論佢係真係假，但係當其時確實係引起社會上好多嘅討論，而外星人呢個話題就變得比較俾大眾咗接受，就再唔係一種禁忌啦。時間嚟到2006年，大家估唔到嘅係呢件事竟然嚟個大反轉。喺一套英國嘅紀錄片《EMON Investigates Alien Autopsy》入邊，Ray Santilli 就承認咗佢嗰段解剖片係假嘅，係佢哋喺倫敦一間屋入邊所拍出嚟嘅模擬片段。不過假又假唔晒，佢哋就話佢哋的而且確係睇過真嘅解剖片。佢哋就話嗰段原片係喺1992年嘅時候，係一個已經80歲嘅年老攝影師手上買翻嚟嘅，但係原片嘅質素好差，亦都非常之脆弱，根本就冇可能再公開播放出嚟。於是乎佢哋就喺之後嗰2年嗰度揾人去模仿翻呢條片，重新再拍翻出嚟，仲話喺裏邊加插咗一啲真嘅原片喺度，但係邊一段係真，邊一段係假，佢就冇再提啦。呢個言論一發放咗出嚟，對於 UFO 研究學界產生咗一個極大嘅打擊。好多人咧就變得唔再信任呢啲 UFO 嘅研究，甚至乎你去提外星人都俾人當做笑話。所以有啲人就認為呢個 Ray Santilli 同埋 Gary Schofield 根本就係政府鋪排咗咁多年嘅陰謀，諗住用呢條假嘅片段一鋪打沉晒成個 UFO 研究學界。喺某個角度上面睇，的確佢已經係達到咗佢嘅目的，但係研究者又點會咁快放棄啊？經過咗呢件事之後，大家嘅焦點都改變咗，對於一啲喺民間聲稱擁有外星證據嘅人都抱有懷疑態度，大家都轉咗方向，轉去逼政府去解封 UFO 同埋外星人檔案。既然你話民間嘅證據唔可信，諗到不如政府你自己解密啦。Donald Trump 喺今年解封咗3次檔案，固然之就令人矚目啦。但係其實美國政府由2014年開始已經解密過超過過萬個檔案，而喺2020年更加係第一次公佈國防部嘅軍方片段。喺可見嘅將來可以預見美國政府一定會公開更加多嘅資料，而公眾對於 UFO 嘅睇法就會變得更加恆常化。公眾同埋政府嘅取態有咁大嘅改變，都可以話係呢一條造假嘅解剖片所帶嚟嘅其中一個意想不到嘅結果。